伫咧高雄，有民众业者从中岛去新兴区的一栋大楼要去载往生者，车后道是非得暂时停伫大楼头前的人行道，但是这无偌久哦，车就互人拖走去了。交通大队表示，因为违规停车，所以才来甲这台车拖走，唔知影讲这台车是要来接往生者的车。黑色箱仔车后车门拍开，停伫大楼头前，不过停的所在是红砖仔路。员警顺早发现，到现场执行拖吊，准备把车拖走的时阵，大楼管理员去阻止，因为这是要接运往生者的列车。我们只是说情有可原嘛。那我们违规你开单我接受，你不是这样子，我车门就开这样子，然后担架这个板子也都这样子，你这样子自动自己把我关一关，然后车子硬拖走。我觉得有点离谱啦。因为民众有禁忌，体谅家属，25号中昼，民众业者把列车就近停伫新兴区一栋大楼头前的红砖仔路，列车也是互拖走。互业者有一寡无奈，只好搁调其他的车辆来支援。大楼管理员于车辆完成拖吊作业程序后，才发现并出来告知员警，该车于该处承接大体，又于拖吊作业程序已结束。而本案拖吊车驶离前，驾驶人仍未到场。他那个接理车，他只是都没有写什么嘛，只是后面有一个闪灯嘛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如果知道，应该是要通融了。警方表示，列车无任何标识，员警用警用的电脑查询是私人的车辆，因为违停执行拖吊，而且按照道安规则，无受到临时停车规范的只有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、外交部的礼宾车，佮有公用事业机构的工程车、粪扫车以及传送邮件电报的车辆，咧执行任务的时阵，接替车并不是特殊的车辆，停车拢要遵守相关的规定。公司新闻李小燕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